2025台南热天音乐节将军河将伫9月6号、7号2天，伫将军渔港热烈来登场。市府观光旅游局27号下午召开记者会，由着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启动的仪式，并邀请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甲着台南真有渊源的 JUD 陈咏希，以及空灵迷幻的歌声为活动来暖心。电视上看到的、网络上看到的、媒体上看到的、报纸上看到的、口耳相传听到的，通通在9月6号、7号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将军在台南，在将军所以其实您的光临，你在那边玩都是一种鼓励而且将很多美食刚刚拿过来，这么多美食，所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所以欢迎大家一定来，为了美食而来，为了这个美丽的音乐这个演唱会而来为了美景而来为了美丽的永熙而来，好不好？欢迎大家。今年上大的亮点，除了邀请13组的卡司轮番来开笑，另外还佫将首次来施放16寸的烟火。伫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市长黄伟哲还佫伫烟火弹顶面亲笔写下台南加油的祝福。邀请到全国民众伫热天的尾声，做伙来台南看烟火、听音乐、吃海产，感受将军河的热情甲热震撼。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